国立台南嘉泽高中第30届舞蹈班新歌展，20号下午伫校内首先来登场。今年的主题30，特别邀请台北大学、台湾戏剧学院、台湾体育大学、加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等舞蹈班的老师参与编创。这届毕业展总共有8段舞曲，演出的内容包括芭蕾舞剧、少数民族、彝族少女的成年仪式，加充满抒情对话的渔火，祝福学生岁月的致青春，以及新冠疫情的形势一起呼吸，加台南在地描写台湾背景之一的安平晚度。30呢，对一个人来讲，我们常说30而立，所以对一个舞蹈班而言，在这个30年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个辛苦的耕耘。那为了呈现出30年来的努力，这一次在舞展的舞码当中，我们有几首其实是致敬这样子的青春岁月，比方说《致青春》，还有我们下半场有一首《The Power of the Roots》。它其实都是在讲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稳健的扎根，然后才能够让这个成果能够枝繁叶茂。对佳琪舞蹈班的孩子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度疫情的关系，非常多高中的舞蹈班取消了上台的演出。那我们常常觉得孩子们3年的努力，其实就是为了最后在毕业展上面一个璀璨的展出，所以能够让孩子们完整的完成校内场跟3场文化中心的演出，其实在这个疫情时代真的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事。那因此在我们的舞码当中也有几首非常值得推荐的，包括说一起呼吸，展现了这一个在疫情底下渴望呼吸跟想要挣脱束缚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另外呢，我也要推荐就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第2首舞码叫如歌霖霖，这个呢是为了致敬我们的诗人王章他所写的我们台湾8景之一当中的安平晚度。校长表示，因为疫情的降级甲未解封，让这群舞蹈班的学生有上台表演的机会。除了20号的校内展演，接线还有校外的巡演。10月23日，在台南文化中心的演艺厅各开序曲。10月27甲3站2天，分别在高雄的大胆文化艺术中心、甲嘉义的表现艺术中心来演出。欢迎介意舞蹈艺术的民众踊跃买票入场。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